伊讲哎，迄也保庇，如果讲哎，你有好福气。天赋，天赋，心中有天赋，如果讲哎，天国有天书。耶稣，如果哎3万2来读圣经书，不了圣经书啊，前途没一片路。不了圣经书，人生唔会输。我为爱亲爱的叔伯伯妹、阿伯阿叔、亲家姐妹、男朋友、女朋友、老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平安安，唔是随心转。今年呢，洗脑台下边啊，就用最欢喜的心情，用参加国家庆典的个心情来参加咱个评公司客家比赛啊，创生比，什么上天个指引，什么李牧师、熊牧师的带领啊，所以呢，下边呢，里面按用睇，用那个弟弟呢，底下只个你讲个昆明牛好 fit 哦，腰痛到你就跟你嘛好办当年可能脑筋入的痛，有提哦，下落嘢但是呢，无正常，无正常，上帝有带领人你多也嘅开门，唔好像藝陸台阿哥，睇阿哥呢，是咩磨門高，不是說讓人講你磨門好啲嘅呀，但是呢，頭先我牧師講嘅，我哋呢上帝有天國嘅開門呢已經打開呢，所以呢，我哋我哋客家鄉親呢，就按入到一個天國之門，我轉到我哋咧天家去啊，真是上帝天會帶領人，講到藝陸台。人哋姐姐唔會講話，人講嘅跳出好。今日晚些時間啦，都同人叫我結實比對。我們到呢30歲人冇看到過後呢，今年批敗ทั้ง人講咩哦，人哋人話嘅，咩哦，我啱會講因為新上批我本人係跳出顛覆哦。就是牙尖呢，不說呢，好熱來呢，好意思舒適好舒適好舒適，叫成個創意安好就是呢，講到一個好多人呢，李老師呢，都他才談到呀，人呢，阿甘先生呢，有嗰個傳福音呢一個經驗。呢度菜市場嘅好多北美，講你看天國嘅安好，天堂安好 ，beautiful and wonderful，啲北美嗰個阿彌陀佛，好緊呢，嗰啲奶奶見不到呢，本客家鄉親呢，手無合租呢，打開啲門呢啲，都講呢，ลูกค้า呢，都民主都開放啲門睇開。姐姐帶領爸爸媽媽，也係許多天父嘅一個指引經過基督教嘅世界。阿哥磨門好啲咩磨門教，啲什麼阿哥美國呢，即係要咧giải放新佛教，啲嘅阿哥也係禱告佛教越研究，就只有嘅呢佛書教。所以呢，凡嗰度客家鄉親呢，可能就搶了無法度不能夠接受基督教，就因為過去呢有改個誤解對基督教改個誤解，因為講要做唔得敬拜祖先也個呢就最大嘅一個本客家鄉親嘅無法度不能夠接受基督教嘅佛書教所以講廿多年啦，我哋看到李牧師客家福音協會。有牧師剛剛對一個北部下的都高雄都屏東都嘗試了，就要帶領我哋客家鄉親進入客家一個帶領我哋客家鄉親進入一個耶穌基督進入天父也係三太門的原因，真是
也个贡献给他。唔单止安尼，咱们咧基督教是采讲就是良先其他宗教嘅同啊。你我讲咯，做嘅主要那个郑崇范牧师系咪啊？哇，一个呢翻译一个客家圣经，研究一个新嘅版本出来。唔讲其他宗教，那有讲用一个客家的宣扬，人哋一个人嘅教义咯做到一本圣经主要，客家圣经书，也就是基督教良先其他宗教嘅一个素材。那么呢，陈家忠牧师伊呢，当到啲明白过来，用客家嘅按用嘢一个散播，用嘢按冇谈嘅客家民谣呢，那传一个福音。有那一个宗教，有用那个客家歌曲来带领乡亲来接触呀福音的咯。冇呢，就只有俺呢，基督教，俺呢陈家忠牧师做到嘞，唔讲，俺呢双皮有厉害咯。双皮，这边讲基督教良先其他嘅宗教，也就是最厉害嘅素材。所以讲，俺呢祖先呢，也300年前呢。中年อายุใหญ่จังเลยทำตัว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ใหญ่ข่าวด้วยทำใน300年งานในทุกวันทำตัว30年可能要3年那么多的时间做一个客家些但是呢客家呢心情又重要客家呢就为了一个客家为了一个田家所以我相信李牧师、邱牧师也所做的一个贡献呢真是就是胜过阿炳呢30年的一个贡献，也短短的3年、短短的5年所做的贡献，太过于阿炳30年的客家师。所以讲，我哋也条路赶快长，赶快演，我哋呢希望客家所有客家乡亲同下来努力将我哋福音用客家话，用安亲切的客家共商来传播我哋所有的乡亲。来去接受安徽的福音，接受安徽嘅基督嘅教义，接受安徽天国嘅所謂 beautiful and wonderful 嘅素材所以講，我哋客家共同嘅努力最後呢反正講大聲，而牧師呢講阿炳跳成唔好講下2點鐘2分鐘就好，我哋平常已經超過2分鐘啦所以第二隻開始嚟，最後呢祝福大家我哋呢睇雙皮那個開同食自他呢我哋年年都買嘅要買屋，財定有我萬人富我哋天父心中有天父如果講呢天路有天書天父為師父講呢天堂是幫你明年都有好福氣不看這個主嘛講生意開順心上帝天父基督為師父講呢都太恩典我们来幸福、美满、快乐、多永远，多谢大家。